来甲镜头锁等来台湾，因为气温甲禽流感的影响，台湾即摆是真欠鸡卵。农委会无少动资，为遥远的澳洲进口500万粒的鸡卵，结果去予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来质疑咯，讲蔡政府毋是一直咧杀新南向的政策，敢讲伫东南亚一粒鸡卵拢买无，为什么都爱甲遥远的澳洲来买卵呢？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安怎回回呢？陈吉仲讲，东南亚有一寡国家，包括越南甲中国，这个鸡卵哦，拢有注射迄种疫苗，所以完全无考虑。他说我们搞新南向政策，可是你在东南亚，你一颗蛋买不到。台北市议员徐卡心骂农委会为澳洲进口500万粒鸡卵，恐惊开成千万纳税人的钱，质疑政府大声在咧喊新南向政策，卵是安怎无为东南亚买，要为物价较悬的澳洲买？新南向敢讲是一个口号尔，是安怎无为东南亚的进口鸡卵？陈吉仲解说是考虑的疫情。东南亚有些国家，像越南或者是中国等，他们都是有打疫苗。那打疫苗的蛋呢，我们完全没有考虑。那这个有牵扯到包括整个防疫的这一个相关的规范。那我们也甚至在印度等这些国家都有相关的鸡蛋愿意来供应给国内，可是因为他们也都有打疫苗，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有牵扯到国内的防疫。为了避免禽流感疫情变严重，陈吉仲讲，农业产地爱严格落去选。虽然日本无疫情，不过当地嘛欠卵，只会为澳洲进口。目前其实鸡蛋为什么会少啊？主要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因为禽流感。那东南亚现在疫情也的确比较严重一点，所以我想我们也支持主委这一个采购澳洲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陈内阁基本上是一个缺蛋、缺水、缺药的3缺内阁，希望民生最基本的缺蛋危机赶快解决。朝野立委普遍赞同这摆陈吉仲做法，验过民生问题必笑，变作检讨禽流感疫情含升价，都考验到执政者的智慧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